今日是2月21，世界末日。根本日係2月21，世界末日恐嚇來講也未發。決定來講末日，傳承咱的文化甲記憶。民族滅國啊，千幾年，傳承文化有志氣，獨立建國啊，靠無義。主意是猶太人啊！昔日宗教啊，是出對因啊，耶穌入世救萬民，千年文化。